剩多少人？不过100人。墙外骚乱，长安有大事发生。我曾发誓要守护这片大海。韩将军的家眷被苗父所俘，时候差不多了，该上战场了。太史令欲举2师，为陵游说，犯诬枉之罪。为国而战，这本是我们共同的理想。因为这样，就可以把我们逼死。笑话！救百姓于水火，守大明的江山。道德败坏不过寥寥数人，怎能降罪于天下黎民？我要在全天下人面前洗清我的耻辱，从此山河据以为家。日华五色，继往开来，你一定要懂得忠孝廉洁的意义。他可是数百年间从未有过的大英雄。